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学生高如莉。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几个故事。头一个故事来自我的妈妈。我妈妈是大陆人，因为工课的关系，拄着伫咧大陆食头路的爸爸，嘛因为我爸爸的关系，嫁到台湾，定居到即马已经要20年啊。一开始来到台湾的时阵，我妈妈对于台湾啥物拢毋知影，莫讲是讲台语，甲厝边隔壁讲话，连甲阮阿嬷拢无法度开讲，因为阮阿嬷干那会晓讲台语，毋过我妈妈煞干那会晓讲华语。嘛因为语言的关系，袂晓讲台语的妈妈，甲袂晓讲华语的阿嬷，伫咧生活当中发生了真侪不必要的误会。好佳在，我的妈妈是一个足愿意拍拼、认真的人。伊为着会当陪阿嬷开讲，伊到台湾无几个月了后，就甲台语学甲足练转的。即马妈妈毋但会当甲阿嬷讲算笑，定定开讲，因的感情嘛变甲足好的。阿嬷嘛定定学老妈妈是一个足有效的媳妇。即个故事，互我知影，只要肯认真拍拼，伫即个世界无学袂晓的语言。有当时阵，我嘛感觉讲，我妈妈的台语讲甲比我搁较好呢。第二个故事是咧讲，伫咧我国中3年的时阵，有一个学生运动咧进行，就是太阳花学运。迄个时阵，我拄好咧准备要考高中的考试，所以讲无足侪时间会当去关心即个议题。有一天，无意中我听到新闻咧放送太阳花学运的歌，倒数天光的时阵，我煞熊熊互即首歌感动。会记得迄个时阵，新闻咧报送的画面，几万人伫咧总统府头前大声唱着台语歌，用台语歌来大声唱出大家的想法。迄个时阵，我听到用母语所写的歌，感觉讲，敢若全台湾人的心拢总结结做伙。伫迄当阵，我才感觉讲，台语是一个偌水的语言，值得咱去保护，还阁有传承。我迄个时阵就想讲，将来若是有机会，我想要甲台语即个美丽的语言传承落去。今仔日讲的两个故事，拢是影响我想要甲台语传承落去的原因。虽然我即摆的台语阁毋是足练转的，毋过我相信，只要我肯认真拍拼，有一天我嘛会当甲大家分享台语美丽的所在。我的妈妈是大陆人，毋过伊透过台语来爱台湾，伊即马嘛是台湾人。我想要讲，阮是台湾的囡仔，更加应该好好啊保护台语，互伊永永远远的传承落去。台语毋但是母语，嘛是台湾人共同需要保护的美丽语言。请成立台语电视台，保护阮的语言，为即马开始。